老板，咱们那订贵了一包营养被在炸，自来，自酒，贵啦。那又要自来炸一包送来。才不来摸包面冻咯，咩肯定那个摸面冻啊？莫嘛，不来炸一桶。要你个冇有面冻。还那面冻便宜嘛？一拿通包啦，才你不来炸。给我单子，我下里要不来炸一桶啊！但那只要一拿通啊？哎呀，下周搞到整干啥嘞？我怎么了？也怎么了嘞？还是姑娘到一鸟煲汤啊？加油啊！叫那是你要汤呢，叫那叫布林带打包丢啊！搞啥好丢要汤啊？喂，白痴，搞了车包来啦？知道不？那送过文具老师嘞。搞这么拿车来啦？莫个这么图那照顾是可以装包的那嘛？话那老不得觉得莫肉蛋，莫顾秀，我还到可以还老不得补嘛？搞秀嘛，慢着。我嘞，我就干白痴。搞了那怎么到滚车？怎么？要来我讲梦啊？脚早嘛？搞个古板个脚早？搞只脚早啊，讲梦啊？古都怎么炸脚早啊？后那怎么炸？哎呀，搞累上了那你就早来嘞，搞去上的那你就懵了嘛？原因报告啊？包汤，莫单子啊！古莫拉到个啊？你都要走啦！都我拉长度只顾还2块啊！叫你干梦嘛？喂，包汤，不打我们唱歌不也送个，可干着我们么啊？梦嘛？送我这么长难转，那我拿银子梦么蛮累呀？才多啦，老婆的不得一般到几个都真菜，得对人个有那个都菜啊！冇啦，个冇晒，古冇晒。做啦？要被鸟搞来啦！個大酒嚟啦，個西古冇個西。有人。西都怎樣的都考都這樣哎，個西。哎呦我的妈！